过年进前，台股的行情好，惊台积电的气势有较弱。不过 AI 概念股的力头也真强。分析师表示，目前美国强势，台股无波动的空间。佮加上顶礼拜过年前的卖股压力提早消化，所以宏观进前，股市应该会佮继续起。美国近期超级财报周加上要迎接联准会利率决策等重要消息，个礼拜二美国四大指数全面收悬，全台股伫200收盘时阵超过18100点的关卡，暗过自到早盘伫要进入春节长假的观望气氛之下。盘中台积电虽然小落实惠，暗过 AI 概念股依然继续支持，目前大盘依然守伫万八关卡，甲国际线差不多18014点之上。长假之前呢，通常都是会有一些短打的一个操作，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一两天有一些急涨的股票，很容易就留了上影线，市场其实观望的氛围很高。那我们估计就是说，可能成交量要放得比较大，要等到过完年之后。分析师表示，台股伫昨到波段反弹升悬，虽然成交量下探今年新高只有2304亿，不过目前量价结果并无出现高动背离的状况，加上美国强势之下，台股无大力的空间，加上顶礼拜已经有节前累压提前消化，所以宏观进前指数全面起来应该是应期待。台股冲起万八了后，中央大厦公布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到72.14点，创一年10个月以来新高，6项分项指标全部起来。以投资股票的时机升幅上明显，国内消费信心也等到俄乌战争进程的水准。对很多家庭你如果有在股市上有投资的，那多多少少会有些获利。那我们家庭的所得增加，当然家庭经济就会得到改善。不过学者提醒，虽然国内内需真旺，不过台湾消费信心因为甲出口表现较有关系。尤其国际高通膨、高利率环境已经2年，冲击欧美经济需求表现。春节过后，依然来注意全球经济放慢，是不是影响台湾的出口动能？记者综合报道。